今日嚟講下，如果我話美國嘅議員年薪係100蚊美金啊，你信唔信？咁啊，基本上我相信絕大多數人都唔信啊。100蚊喺美國嘅話，就算你最低收入嗰啲人，一日都會賺到啦，係嘛？有乜可能咧？作為一個議員，年薪100蚊，咁啊，所以當其時個女同我提起身嘅話咧，我保持懷疑嘅態度，所以我就上網查咗下，一查的而且確係新罕布什爾州嘅議員，眾議院咧，佢哋有400人，參議院咧係有24人，佢哋嘅年薪都係100蚊美金，任期係2年。咁佢哋嘅院長咧係125蚊一年。咁啊，呢一個咧就係佢哋嘅年薪。咁佢哋點解會咁低嘅年薪咧？咁其實佢呢一個年薪咧係喺1889年開始到而家，佢哋一直都冇改變過。因為佢哋認為咧就係話，呢啲議員咧佢哋係代表咗民眾，佢哋係出自於公共服務之心去服務普通嘅民眾，用咁樣嘅態度去服務所有嘅普通民眾，即係而唔係一個政客咁樣嘅態度去服務民眾。咁佢哋冇錢咁點搞咧？係嘛？所以咧，佢哋呢一個議會咧，最主要嘅人咧係農民啦、退休人員啦，同埋啲自主經營者，即係佢哋自身會有一定嘅收入，佢哋係唔能夠靠呢個議會嘅工資去維持佢哋嘅生活嘅。咁呢個議會有咁多人啊，咁呢個州咧又好細啊，呢個州喺全美排到第46啊，即係面積計啊。佢排到第46，好細，佢只有24000幾平方公里，好細，人口只有100幾萬。咁呢400幾個議員咧，佢哋每一個人咧係代表咗咩咧？代表咗3400人，所以喺全美裏邊嚟講，佢個代表率係最高。咁啊，即係話佢每一個議員代表嘅人數好少啊嘛，3000幾人，咁佢能夠集中咗呢大部分民眾嘅心聲，佢哋可以去表達，所以佢哋可以更加好咁樣去服務於呢個州嘅人民。咁呢一樣嘢咧，我就覺得啊都幾好啊，即係為人民服務啊嘛，係咪咁講？咁啊順便咧就亦都查咗一下呢個州咧嘅400幾人嘅呢一個議會。佢居然喺全世界嘅英文國家裏邊，佢居然係排第3。佢規模排全世界嘅英文國家，佢係排第3。佢僅次於邊度咧？英國嘅下議院、美國嘅眾議院，跟住就到佢，係嘛？咁啊，如果按整體議會嘅規模咁計咧，佢喺全世界嘅英文國家裏邊，佢係排第4，亦即係話。英國議會、美國國會同埋印度議會，跟住就到佢，所以呢一個州嘅嗰個議會呢個立法機構咧，喺全世界嘅排名好犀利啊，排到第3、第4，所以我自己睇到呢一樣嘢嘅話，乾脆同大家分享下，希望大家鍾意聽，係咁，拜拜。